佢就係每個小朋友都認得同熟悉嘅刺蝟。不過佢仍然隱藏住唔少秘密。刺蝟呢種外表原始嘅食蟲動物，喺地球上生存咗幾百萬年，似乎冇進化過。佢哋一次又一次征服新嘅棲息地，就算刺蝟好多都被敵人獵食，亦唔足以嚴重威脅佢哋嘅數目。刺蝟甚至係好多古老傳說中嘅主角，扮演住蛇神或者果實採集者嘅角色。佢哋唔會怕醜，鍾意喺其他動物面前出現。想知佢哋嘅真面目，請收睇我哋嘅節目。時值秋天，濃霧同唔同顏色嘅樹葉顯示一年就快結束。日照時間迅速縮短，同氣溫下降，令數以億計嘅樹葉喺空中翩翩起舞，最後落喺地上。松鼠正為嚟緊嘅冬天做好準備，包括進食含脂肪嘅果仁，同埋儲存果仁過冬。翡翠鼠係冬眠動物，身體必須有足夠嘅脂肪儲備，去度過幾個月嘅冬天。刺蝟同樣被視為冬眠動物。呢幾個星期，刺蝟一直好努力尋找高熱量嘅食物。佢為咗度過幾個月嘅寒冬，已經增加身體嘅脂肪儲備。佢嘅體重至少要有500克，先至可以安全度過漫長嘅冬眠。秋水仙係秋天開花嘅植物之一，但係刺蝟要揾嘅係其他食物。秋風吹落嘅美味果實，為刺蝟提供豐富嘅食物。隨住氣溫下降，食物供應減少，刺蝟就要喺更大嘅範圍搜索尋找食物。草原上有另一隻小動物同樣揾緊食物，佢就係渠精。渠精嘅外表雖然似老鼠，但係其實佢係食蟲動物，係刺蝟嘅近親。渠精嘅新陳代謝率高，所以幾乎要不斷進食，唔係嘅話好快就肚餓。部分渠精每日所食嘅昆蟲同蟲嘅數量，相當於佢哋嘅體重。蝙蝠同樣係餵食嘅食蟲動物，雖然進化過程唔一樣，但係蝙蝠都係渠精同刺蝟嘅近親。蝙蝠係夜間動物，會食飛行嘅昆蟲。喺結霜嘅寒冬，佢哋嘅食物供應徹底中斷，所以佢哋唯一嘅生存方式係冬眠。部分品種嘅蝙蝠，例如大鼠二腹，會喺秋天嘅時候幾百隻聚埋一齊準備冬眠。有時甚至喺10月，部分晚間嘅地面溫度已經跌至接近0度。年青同脂肪儲備未夠嘅刺蝟，要繼續徘徊揾更多食物。將覓食時間延長至深秋嘅年青刺蝟，
要面對極大危險。當外面嘅溫度跌至攝氏6度以下，刺蝟會進入半睡狀態。當氣溫持續寒冷，刺蝟就可能會凍死。呢個時候，佢哋需要揾藏身嘅地方。刺蝟唔會自己掘窿，佢哋會揾樹籬同矮樹底現成嘅洞穴。巢穴嘅入口通常會用茂密嘅植物做掩護，唔會咁容易俾敵人發現。就算外面嘅氣溫只有攝氏零下20度，有隔熱功能嘅樹葉同泥土能夠確保窿裏面嘅氣溫唔會跌到0度以下。由10月至4月，巢穴成為刺蝟安全嘅棲息地。樽睡鼠同樣喺冬眠前最後一次出外覓食，佢哋嘅食物包括多種果實同植物。樽睡鼠進入冬眠之前，好中意食榛子。榛子含高脂肪，係提供熱量嘅理想食物。對樽睡鼠嚟講，進入漫長嘅冬眠之前，身體過重反而係好事。接近1年嘅盡頭，氣溫好少上升到0度以上。霜雪覆蓋大地，只係遲早嘅事。樽睡鼠比較中意喺樹窿裏面過冬，但係間中亦會喺郊外房屋嘅屋頂發現佢哋嘅蹤跡。通常幾隻動物會逼喺一個巢穴裏面互相取暖，度過漫長嘅冬眠。有時冬眠會長達7個月。就算外面所有嘢都結晒冰，動物永遠有佢哋嘅生存之道。刺蝟能夠將身體嘅新陳代謝減至最低程度。佢成個身體已經進入慳電狀態，佢嘅體溫能夠下降高達30度，心跳由每分鐘170下減低至約5下。由於維生功能大減，刺蝟嘅冬眠又被稱為小死亡。呢個係佢哋喺霜凍天氣下生存長達半年嘅唯一方法。但係刺蝟唔單止喺溫帶棲息，佢哋嘅棲息地遍布成個東半球。沙漠刺蝟完全適應喺乾旱嘅地帶生活。由於非洲嘅沙漠冇嚴冬，呢個品種嘅刺蝟唔會冬眠。成年嘅沙漠刺蝟身長只有20厘米，體重唔會多過500克。沙漠刺蝟嘅顏色一般會比喺溫帶棲息嘅刺蝟鮮艷，以適應生活環境。沙漠刺蝟其中一個特徵係擁有一對又長又尖嘅耳仔，耳仔有無數嘅血管，有助散熱。沙漠刺蝟以昆蟲、蜥蜴甚至有毒嘅蠍子為食物。黃蠍嘅刺有劇烈嘅毒，對人類亦可以構成威脅。沙漠刺蝟一捉到毒蠍，就會即刻咬走佢嘅刺。冇咗刺嘅毒蠍會失去殺傷力，
成為沙漠刺蝟慢慢享用嘅大餐。喺我哋呢邊嘅世界，到咗3月，溫暖嘅陽光再次回歸，冰雪逐漸融化，冬天即將過去。刺蝟對巢穴附近嘅天氣變化好敏銳。過去幾日天氣回暖，觸發刺蝟進入睡醒階段。荷爾蒙作用動員佢哋嘅脂肪儲備產生體溫，令刺蝟嘅心跳加速，體溫不斷上升。睡醒階段可以維持幾個小時。春天令萬物甦醒嘅過程唔能夠再拖。大地回復生機，霜雪已經成為回憶。呢個時候，刺蝟已經喺冬眠中徹底甦醒。佢哋通常喺4月離開冬眠嘅巢穴。冬天期間，刺蝟嘅體重下降大約40%。而家佢第一個任務就係恢復體力。佢哋開始新一年嘅重要工作，就係即刻揾食物同水。雖然刺蝟主要喺晚間活動，但係喺春天，飢餓令佢哋日間都會出外覓食，就算喺燦爛嘅陽光之下，刺蝟嘅視力亦只係屬於中等。佢哋主要係依賴靈敏嘅嗅覺同聽覺嚟辨別方向。樹葉聲同流水聲係有用嘅聲音標記。小鞭行係早熟嘅鳥類，孵化之後幾個小時就會離開鳥巢。當小鞭行有1個星期大，遇到刺蝟嗰陣，能夠全身而退嘅機會就相當高。呢隻路過嘅刺蝟對年幼嘅小鞭行冇咩興趣。刺蝟嘅活動範圍可以伸延至20公頃，主要視乎食物供應而定，每一季都唔同。當蒲公英凋謝，小小種子隨風飛揚，春天隨之告終。呢個時候，唔少雄性刺蝟會出外旅行。部分刺蝟喺1個月之內就行咗超過1平方千米嘅範圍。刺蝟喺遠行期間，往往到達森林同草原嘅邊緣。佢哋為咗辨別方向，中意喺矮小嘅植物之間行走。而佢哋長途跋涉出外嘅原因只有一個，就係揾雌性嘅刺蝟。刺蝟一遇上，名為刺蝟團團轉嘅求偶儀式就會即刻開始。雄性刺蝟不斷喺雌性身邊打轉，但係雌性嘅刺蝟並唔領情，完全唔理會追求者。求偶過程通常歷時幾個小時。
當雄性刺蝟表現出有耐性，佢就會得到獎賞。到最後，雌性刺蝟喺壓力之下就範。雌雄刺蝟喺交配之後就各行各路。雄性刺蝟唔會養育下一代，佢哋會即刻揾有繁殖能力嘅雌性刺蝟。雄性刺蝟一晚之內能夠交配幾次。開墾耕地，建立城市，令刺蝟嘅世界更加多元化。刺蝟嘅適應力亦都相當強，佢哋征服農莊同市中心公園作為棲息地。刺蝟一向憑住靈敏嘅嗅覺辨別方向，佢哋能夠喺幾米之外聞到獵物嘅氣味。人工光源每一晚都吸引無數嘅昆蟲。同飛蛾一樣，刺蝟同樣被燈光吸引。昆蟲圍繞住呢個人工月亮飛行，慢慢疲倦，唔少飛蛾同昆蟲跌落地下。對刺蝟嚟講，絕對係個好消息，因為佢可以盡情咁食。暈咗嘅昆蟲成為刺蝟理想嘅獵物，因為刺蝟中意行動緩慢、容易捕捉嘅獵物。刺蝟唔會浪費食物，連飛蛾好硬嘅翼都照食。由呢個角度嚟睇，城市化為刺蝟帶嚟新嘅好處。公園街燈創造嘅食物來源係喺科技世代開始之後出現。交配後3個星期，華人嘅雌性刺蝟體重已經增加咗大約150克。佢好快就要分娩。雌性刺蝟開始揾適合嘅藏身之所，希望喺唔受騷擾之下繁殖下一代。再一次證明，刺蝟靠近人類對佢哋有好處。森林邊緣嘅樹堆或者木堆，成為刺蝟理想嘅藏身之所。其他動物唔用嘅洞穴，亦都經常被刺蝟用嚟做分娩嘅地方。呢度嘅刺蝟通常每年生1次、2次已經係例外。雌性經過4至6個星期嘅懷孕期後就開始分娩，平均一胎能夠生5隻小刺蝟。小刺蝟為咗避免拮傷媽媽，出世嗰陣尖刺會喺背部嘅皮膚裏面。短短幾個小時之後，就會見到第一支白色嘅尖刺。幾日之後，出世嗰陣嘅白色尖刺就會被新嘅有色尖刺取代。小刺蝟出世之後頭幾個星期只會食母乳。
刺蝟媽媽為咗餵哺幾隻小刺蝟，令自己嘅消耗好大。而家佢需要大量嘅水分同食物。刺蝟媽媽要不斷出外覓食，期間要抌低毫無自衛能力嘅小刺蝟。如果刺蝟媽媽出外覓食期間被敵人捕獵，佢嘅小刺蝟就冇辦法生存。留喺洞穴裏面嘅小刺蝟會互相依偎取暖，佢哋仍然睇唔到嘢或者行路，大部分時間都係瞓覺。時間喺大自然係一項相對嘅概念。如果要形成一個茂密嘅落葉林，可能需要幾個世紀嘅時間。但係小刺蝟由出世成長至活躍嘅少年，只需要幾個星期。刺蝟媽媽出外覓食嘅時間，仍然會盡量保持短暫。小刺蝟現時嘅身長係15厘米，體重大約150克。佢哋嘅眼睛已經完全發育，而尖刺亦都已經呈現獨有嘅杏啡色。到咗大約21日大，佢哋所有乳齒已經全部長出。到咗大約3週半大，佢哋第一次離開熟悉嘅地方。好奇又充滿活力嘅小刺蝟，發掘緊充滿新奇事物嘅世界。森林嘅空地係小刺蝟嘅歷險樂園，每平方厘米嘅地方都為佢哋靈敏嘅鼻提供大量信息。刺蝟媽媽喺未來幾個星期嘅工作更加繁重，佢要一直睇實幾隻百厭嘅小刺蝟。小刺蝟會跟住媽媽身後外出，呢個係佢哋嘅本能，唔需要學習。小刺蝟每次停低休息嘅時候，會圍住刺蝟媽媽。刺蝟媽媽會俾佢哋食母乳同取暖。對小刺蝟嚟講，覓食要經過漫長嘅學習過程。開始嗰陣，佢哋會試食所有睇落食得嘅嘢。當小刺蝟遇上新嘅氣味，尤其係濃烈嘅氣味，就會出現一種特殊嘅行為。就係舐自己嘅膊頭，呢種用唾液覆蓋自己嘅表現，科學家仍然冇辦法理解。呢幾日期間，小刺蝟已經學識唔少嘢，佢哋對昆蟲嘅濃厚興趣可能係天生嘅。小刺蝟已經具備鋒利嘅牙齒，足以應付有硬殼嘅昆蟲。當小刺蝟嘅獵食技巧有進步，刺蝟媽媽就會減少餵哺母乳。小刺蝟快速成長。每隻小刺蝟已經擁有大約2000支尖刺，成為佢哋最大嘅特徵。小刺蝟會定時走去媽媽身邊取暖，因為佢哋對冷空氣好敏感。
喺大自然可以用唔同方法量度一年過得幾快，只係需要幾個星期嘅時間，草原完全唔同晒。小刺蝟已經成長為青少年，佢哋跑得好快，而且幾乎唔能夠再鑽入去媽媽嘅身體。冇幾耐之後，刺蝟媽媽嘅身體停止製造奶水，呢個係佢離開小刺蝟，俾小刺蝟自立嘅信號。最初幾隻小刺蝟仲未意識到狀況有變，但係刺蝟媽媽今次一走，小刺蝟永遠唔會再見到佢。到最後，小刺蝟好快會完全獨立，過住自己嘅生活，開始尋找屬於自己嘅地方。草原同森林邊緣為小刺蝟開始獨立生活提供理想嘅條件。呢啲環境中最關鍵嘅因素係生物嘅多元性，因為接近大自然嘅環境之中有最多品種嘅昆蟲棲息。刺蝟係不屈不撓嘅動物，勇於克服障礙。佢哋嘅適應力好高，佢哋喺地球上生存超過6000萬年就係明證。刺蝟跟隨靈敏嘅嗅覺，有時會嚟到森林嘅邊緣，甚至更深入嘅地方。一雙巨大嘅眼睛凝視黑暗嘅森林。呢隻準備去森林獵食嘅係歐洲體型最大嘅貓頭鷹雕鴞。雕鴞喺黑暗中依然睇到細小嘅哺乳類獵物。雕鴞有敏銳嘅聽覺，雖然佢嘅翼展長達1米，但係由於全身嘅羽毛好柔軟，佢飛行嘅時候唔會發出任何聲音。獵物聽唔到佢飛近。刺蝟係雕鴞常食嘅獵物之一。刺蝟知道自己身陷險境之前，雕鴞已經發現咗佢。所以每年有唔少嘅小刺蝟成為其他獵食者嘅獵物。不過大自然嘅生態系統已經調節好，所以刺蝟嘅生存並未受到威脅。石雕同樣係夜間動物，有時佢會遇到刺蝟。但係石雕要小心，因為刺蝟識得利用尖刺嚟做武器。刺蝟目前最大嘅威脅係嚟自人類。我哋嘅交通網絡不斷擴展，貫穿刺蝟嘅棲息地。刺蝟行動緩慢，冇辦法察覺危機將至。每年有數以百萬計嘅刺蝟死喺中歐嘅道路上。如果被殺嘅係刺蝟媽媽，情況就更加可憐。假如小刺蝟有5個星期大，佢哋仲有生存機會。
愛護動物人士通常會救走幼小嘅刺蝟孤兒。對飼養小刺蝟嚟講，適當嘅營養非常重要。小刺蝟絕對唔能夠飲牛奶或者人類嘅嬰兒奶粉，因為呢啲食物會令小刺蝟出現腹瀉同腸炎，足以致命。寵物店有售嘅稀釋貓奶，證實最適合小刺蝟飲用。飼養小刺蝟好花功夫，因為小刺蝟必須每3個小時餵飼一次。中歐嘅地勢好多元化，由低地到高山地區都有。而喺海拔大約2500米，你仍然能夠揾到野生動物，包括刺蝟。佢哋甚至能夠橫越沼澤呢類惡劣環境。沼澤嘅濕度長期偏高，所以極度不利動植物生存。與此同時，沼澤係大自然當中受人類文明影響最少嘅地區之一。泥灘蘚同亞冠木完全適應沼澤嘅極端環境。如果刺蝟嚟到沼澤，佢只會從事最中意嘅活動，就係揾嘢食。各種昆蟲同小動物都適應濕度高嘅環境，當中仲有佢。極北虧係另一種典型沼澤動物。極北虧係少數土生會避開人類嘅毒蛇之一。以往人類相信刺蝟對極北虧嘅毒液有免疫作用，所以就令刺蝟有蛇神呢個稱號。事實上，刺蝟亦都有興趣食蛇，經常將蛇視為獵物之一。不過，極北虧好兇猛，受威脅時唔會逃走，反而會主動襲擊敵人。刺蝟好似着咗盔甲嘅武士咁，用尖刺做盾牌自衛。但係如果極北虧咬中刺蝟嘅面部或者腹部，刺蝟可能會受傷。不過刺蝟係自衛嘅能手，佢會迅速豎起尖刺，而突然出現嘅8000支尖刺，令極北虧嘅毒牙無用武之地。極北虧想避免成為刺蝟嘅食物，唯一嘅方法就係逃走。夏天嘅沼澤溫度好高，提供樹蔭嘅大樹冇辦法喺呢度生長，因為呢度嘅泥土好似海綿咁注滿咗水分，而水分唔係嚟自地下水，係雨水。夏天嘅大雷雨雖然會引發洪水，不過亦係大自然調節濕度嘅重要元素。刺蝟雖然硬朗，但係佢哋受唔住大雨嘅衝擊。連綿不絕嘅大雨令山間暴漲，森林淹沒喺水中。
呢個時候地面非常濕滑，一唔小心就會跌落水。刺蝟跌咗落水，唔會冇晒辦法，因為佢哋嘅泳術相當唔錯，不過唔夠耐力。如果唔想浸死，就必須喺幾分鐘之內上岸。長久以嚟，喺農場嘅人同動物一直緊密咁生活，而農場嘅動物往往會吸引野生動物嚟到呢度。對呢隻刺蝟嚟講，牧場嘅短草方便穿越，而有加速嘅地方，往往有唔少昆蟲。但係山羊嘅濃烈氣味對刺蝟嚟講係新事物，刺蝟即刻出現特殊行為，就係舐自己嘅膊頭，用唾液覆蓋自己。而每一次舐唾液嘅分量同時間都唔同。除咗體型較大嘅家畜之外，傳統嘅農場亦會飼養各種體型較小嘅動物同家禽。生產雞蛋對滿足農民同市場需求亦都非常重要。現時大規模飼養家畜嘅經營模式，令市場對有機農場雞蛋需求殷切，所以越嚟越多農民重新採用自由放牧方式飼養家禽。短短幾十年前，刺蝟唔受農場歡迎，人類仍然相信刺蝟會偷偷走入畜舍，獵食家禽嘅傳說。但係刺蝟會喺雞舍偷走雞蛋呢個講法，只係一個傳說。刺蝟只會食裂咗嘅雞蛋，因為刺蝟屬食蟲動物，佢哋嘅牙齒整唔穿蛋殼。目前農民對刺蝟有咗新嘅睇法，唔少人會保護刺蝟，甚至會喺夜晚將食物留喺門外俾刺蝟食。用乾嘅昆蟲、果實、穀糠等材料混合而成嘅刺蝟飼料，喺商店亦都有得買。狗糧同貓糧刺蝟都會食，而且往往不請自來，一啲都唔客氣，令到啲貓狗好唔高興。但係刺蝟唔會局限於食寵物嘅食物，佢哋往往會利用寵物嘅設施。人類往往會為寵物龜準備龜屋。龜屋嘅位置安全，屋內鋪有溫暖嘅稻草，呢點吸引到刺蝟。對雌性刺蝟嚟講，龜屋係分娩小刺蝟嘅頭等產房。幾乎所有野生刺蝟身上都有大量嘅寄生蟲。強壯健康嘅刺蝟可以接受適量嘅壁蝨同跳蚤喺身上寄居，但係有病或者體弱嘅刺蝟就有可能因為身上大量嘅寄生蟲而死亡。跳蚤可以用適當嘅噴劑輕易咁除去，但係千祈唔可以用跳蚤粉，因為粉末可能會被刺蝟吸入。壁蝨必須逐一剔除，寵物店有除壁蝨專用嘅鉗出售。除去討厭嘅寄生蟲之後，
刺蝟重獲自由。未來幾星期可以同寵物龜共用佢嘅龜屋。夏天逐漸過去，大自然嘅步伐亦都緩慢落嚟。有日照嘅時間再次縮短，而天氣亦明顯轉涼。喺呢個果樹林，大樹上果實累累。而且果樹嘅種類繁多，單單奧地利境內就有超過400種蘋果同接近100種嘅梨。被風吹落嘅果實嘅香氣吸引刺蝟前嚟，甜美嘅果汁同果肉增加選擇。古老嘅故事會描繪刺蝟做果實採集者。傳說刺蝟到咗秋天就會用尖刺拮住啲梨同蘋果，將佢哋帶入冬眠嘅巢穴。但係事實上，墜落嘅果實擊中刺蝟並留喺尖刺上擺脫唔到嘅情況並唔罕見。甜美嘅果香同時吸引無數昆蟲。黃蜂進食發酵嘅果實，孔雀甲蝶亦都一樣。喺呢個果樹林，經過識別嘅動物物種高達5000幾種。係人類創造嘅重要動物棲息地。動物種類之所以咁多元化，有賴大規模嘅草原管理，放棄使用化學劑。刺蝟雖然係食蟲動物，但係都悠閒咁享受秋天墜落嘅甜美果實。隨住第一場霧過去，樹葉亦隨即散落。刺蝟又過咗1年，氣溫急降，顯示冬天好快來臨。刺蝟係時候揾個安全嘅地方，度過幾個月嘅寒冬。好快，寒冷嘅天氣同冰雪為呢1年畫上句號。或者有人會以為各種動植物會喺寒冬之中死亡，但係大自然永遠有佢嘅生存之道。呢隻刺蝟將會同佢過去千萬年嘅祖先一樣，進入冬眠狀態。幾個月之後，和暖嘅春天會喚醒佢，去迎接新1年嘅生活。